奇呀！东方之中怎么没铜器？哎呀，果真是没铜器！孩啊，孩啊，母亲何事啊？父氏，宗亲，何事啊？母亲，父氏，果真如此，真个父氏，孩，中年父氏，你也该出门一看呐。18年了，想我孩宗亲18年了，常在妾身中遇。喏，妾身嘛，饥荒之中，真不顾。我孩嘛，背在一旁瑟笑。你怎么还不回来？姑姑，你快些
亲，孩儿回来了。孩儿啊，你回来了，也有数日不见了。母亲近来身体可好？还好。饮食可好？还好。睡寝可好？还好。母亲，孩儿望于公公，师母娘亲都有所闻。因得来自原委，由他草子，母亲定说所行。孩儿，你我母子连心，弥上好事，免他思衰也好。母亲。孩儿啊，你归家后口去见过来，还不认去了。那还不快去？此东西母亲，孩儿这边去了。孩儿啊，待为娘与你同去，母亲听了。
婆母，我曾说过，这鸡当放在此处，怎么又放到了彼处？婆母，此处光线略好。母亲请坐。始终为娘家设教家，害色于贼，都在此处则许一步就婚哦。哎呀，母亲，方子方啊，何必计较？这生死尽则许之人，已不是母亲，而是嫂嫂了。婆母，弟媳妇将这计以为远处，从今来过来。这些怕你男子，我射箭要的喜鹊图，可曾择好？婆母，媳妇刚接从亲，择好孔雀图，即可接婆母。我叫家小门小户，贵在金钱，派于欢喜。母亲，男子所来觐见真也心呐。儿忙于功夫，家中诸事都来男子了。从亲，那句我自己动手吧。媳妇起过，我3个30之内就要那幅喜鹊图的。媳妇上帝，请得真情。老了，娃嘛说不清了，什么时换不同了？哎呀，母亲，诺，喜鹊是鹊，孔雀也是鹊，新娘是娘，老娘也是娘，这能一样吗？母亲不要生气，我们还是来看看嫂嫂这里孔雀图吧。哇，好漂亮的孔雀图！姑姑，你看，这顶孔雀就是你和嫂嫂。哎呀，这幅孔雀图绣的真是妙儿
将这个孔雀图封过正套送来我用。哎呀，母亲，这孔雀图兰子女是为儿所需，母亲。其实我需要这个孔雀图，母亲，你我拿来，母亲。
贼，男子，你休贼。你这身何物？老身担当不起。你这股邪妇，我也小生不得无情。宗亲，什么？焦家门中娘与男子相冲相反。将师父，好生难问好啊！既是难为，不为偏了。我去，你怎么能私自收啊？自己不是他去便是我贼，说什么？不是他去便是我贼。母亲，老子，来向母亲赔罪。男子何罪？我要你快跪下。男子当归何生？你妇女不休，你当归母亲。母既不把母当媳妇，奴家眼光归我母。他既当不得母眼坏，一起当得奴家眼光。母亲，母亲，母亲，小脚，男子别来。母亲死不得，死不得！啥东西？是谁教唆你平常为娘的？拿不拿？要子别忽悠！不要你写下休书，休了男子。母亲，这是儿奸
让我铁错送他回去。哎，我说夫人呐，三路几去，你要送文诺。老僧卿，我乃被妻子妇，不是什么夫人。哎，那就是姑娘。我亦非宫中之女，不是什么夫人。那就是小姐。老子将士皇帝，也不是什么小姐。这也不是，那也不是，那给叫你什么好意思？是啊，我这也不是，那也不是。后将张学清娘家归
盼两彩里，细诉思你情深线。真情来自十城里，交相公啊，今你何必自蹙蹙嘛？泪来自换悲血缘。
来自于我，相送老僧
家，这小村谁送到这里吧？哈，你们小夫妻啊，慢慢走，慢慢走呀。万
亲，你看这水面不稳，虽细细生冷，却艰深难征。从前却愿做不为风风雨雨，清静不语。你看那桃花半山，虽默默浮生，却经久不摧。老娘做半山，年年